来看咱在地消息，今日早起台北松山一间气科诊所，这医生是咧甲病人洗喙齿，病人就话讲有够痛，竟然就出手甲医生整，医生的面是受重伤，都爱开刀治疗。不过，这医生的朋友是认为讲，这毋是单纯的医疗纠纷，当中可能是有牵涉欠销的问题，是误导动手的。涂骹拢是火裂电脑设备、医疗器械，互弄倒伫涂骹，现场是愈加假。诊疗室无清理，打出公告临时停业，因为诊所医师去互病人拍，当地病院治疗。诊所它比较特别，它是只有医生一个人，听到那个病患骂脏话，然后跳起来，从诊疗椅跳起来，然后狂打医生的头，一路从诊疗椅打到柜台，然后我就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，马上过去。这件暴力事件就伫台北市松山，涉案的姓周查甫人19早起9点半去这间诊所看喙齿，洗喙齿洗到一半，突然拍医师到场洗冷气的师傅讲，达群拢往面里摸。那个病人在洗啊，然后洗很轻，他也不是斜视多，他就突然冲过来就开始打我，他就说什么很痛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可是他其实都没有到很严重，没有流血很多，我觉得他可能是故意的。医师满面拢是血，倒入目睭是疼甲白袂开，差一点就失明。今嘛搁较是爱手术开刀，也毋过医师的朋友控诉，并不是单纯的医疗纠纷，怀疑是因为债务的问题和黑帮吹收。诊所发生的殴打事件，并不是单纯的医疗纠纷，这个是沈医师有一个债务纠纷，我们有经过公证，有经过判决。沈医师都已经是医生，已经全程都赢了。你真的不要用这种黑道的手段来请我们一定要妥协，这个我想我们不会妥协的啦。医师朋友指控，债务人拖欠3000万的借款，医师提民事官司胜诉，声称假扣押了后，都互人引来闹事。这摆的攻击事件也只是对方塞隆犯案。该周姓男子犯案后，于10时许主动至松山分局。年纪大约20岁嫌犯，犯案了后，要走离现场，随后各个派出所投案。今嘛医师坚决提告，警方也以伤害甲医疗法侦办，继续厘清犯案动机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